对稳定，佫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。每一日经过伫上帝引带内面，咱会当三甲经历风台天的狂风暴雨，也会当经历伫这个日子内面青头白日。咱感谢上帝，无论伫什么款的情景，保罗讲，咱伫风雨当中有上帝的平安，伫晴朗的日子内底有上帝伊的疼痛。所以咱感谢主，教会是上帝所拣选的一群百姓。咱三甲做伙伫这个世代，亲像上帝拣选大笔，亲自来赐恩，通过大笔做君王，会当服侍迄世代的百姓，无论是幼囝，也是青年人，也是老年人。圣经讲一句话，来对着大笔的一生做一个上水的注解。伊安尼讲，大笔照着上帝的心意服侍伊迄世代的人，伊就得到安息。所以咱也是安尼。活伫上帝所赏赐予咱即个时刻，咱照上帝的心意来服侍咱即世代的百姓。咱服侍咱共缘的，服侍咱顶缘的，也服侍咱的下一缘的。无论怎样，咱伫主面前讲，耶和华上帝，你来引带阮，互咱一生的年日成做上帝的欢喜。咱所以伫主面前，同齐来祈祷。来向上帝讲，主啊，是互我成做合你心意的人，就是我会当照你的心意来服侍我所徛起的世代。同齐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你是主，是上帝，伫一切事上来保守阮。主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阮所做一切代志，是对心内底。为着要互人来得到益处，总是有的时阵，阮所看到益处，无一定是你看做好的。阮容易用世间的方法来拍算家己，助你来开阔阮的眼界。你要伫阮的身上成就一切的美好。主啊，阮所以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的疼痛，你要保守。你要引带，你要互阮伫主你的内面，甲你相同行。所以，阮伫主你的面前来祈祷，主啊，互阮会通伫你所赐予阮徛起伫地面上的日子，阮定定透过祈祷敲找你的面，对你来行，互阮会通明白，互阮会通知捌主你对阮的心意，互阮徛起的所在，阮会通服侍阮顶一缘的人。阮的信仰的前辈，阮工作上的遮的先辈，或者是阮会通伫阮共缘的当中，贡献阮家己的快乐，提供讨论彼此扶持、三角提携，或者是阮对着阮的下一代，阮会通知影怎样甲因疼惜、甲因照顾、扶持因，互因会通避免阮过去所行的冤枉路，互阮伫主你的内面。诚做上帝你所欢喜，合主你所乐用的器具，通互阮一生的年日，诚做上帝你的欢喜。主，无论是阮伫家庭、伫教会、伫阮工作的场所，或者是阮伫服侍顶面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随时随在，互阮得秘诀，我靠主。对心内底来做成主你所托付阮的工，互阮的心明白过来，对主你来行，甲主你同行。阮感谢主所赏赐阮一切丰盛，阮上赞而乐，荣光归乎你。你继续来引带赐恩伫你的教会，互兄弟姊妹三甲做伙伫这个日子内面，同齐入到上帝你的圣所。主，阮搁较是将阮的心连接伫基督，疼惜分享伫阮的兄弟姊妹。通过这个，互今仔日成做一个见证上帝的日子。通过这个连接，来向着世界见证，属上帝你的子民有何等大恩典，
疼痛甲福气。愿荣光归于你，平安归伫你的正义路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，请建基兄来报告。列位兄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早。平安。我拄只伫中山国中，因真海今仔袂当停车，要来伫咧路面看到一支手机啊，伫咧路边呢。上姐咧是要甲捡，毋甲捡，要甲摕去交迄个人的找无。那以我的经验是，拢莫甲插，拢莫甲动啊，因为我嘛捌有这个经验嘛。我家己的手机拍家伫咧路中，叫人搞一个歹歹的，我转去找嘛找着啊！这台湾真水的风景吼。我来做消息报告。第一点，友和日照中心外电施工，8月27，就是礼拜三，下晡2点半到3点半，欢迎兄姐大家来参加。详细情形请甲牧师娘询问。第二，8月28礼拜四早起是9点半到11点，棉路安南银华友和园区福音行动，请各位兄姐来齐心来带导，会当得到更较侪生命的果子。第三，教会提琴敬拜团的培训，咱邀请苏义忠老师来指导。小提琴入门班的招生3至4个人就会使开班。9月初6，礼拜六下晡4点半到6点上课。学费是10堂，做一期4000块。要参加的，请向牧师娘来报名。第四，9月21礼拜日，台语堂甲华语堂主日专拜，要邀请前校正署的署长吴宪章甲陈秀香2个翁仔某来咱本会要来分享见证。欢迎兄姐，邀请较侪无道友。甲亲戚朋友做伙来参加这个主日崇拜，共享主恩。以上敢有补充报告？无咱要请敬拜团。感谢大家平安，平安。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是不是？甲咱的出去爬爬头前后面有一个500节的微笑，好吗？500节微笑，咱拢是上帝家里的人，我们不是属灵的陌生人。咱是上帝厝内面的人，讲一摆来。咱是上帝厝内面的人，吼，安尼看到恁笑眯眯，真高水啊，吼。咱伫上帝殿中要做伙来敬拜。我美的你殿中。乐敬拜强下，走胜利稳定，笑脸你的阻碍，诉说你的眼光，敬拜高眼光，耶稣，耶稣。献给。
的面前点前面。主爱赢过天地，我们感谢上帝的疼痛，你也互阮因着疼痛，从我对阮的心内面，要唱出对你的学乐甲感谢，因为一切歌颂拢要归阮的主，咱的上帝，阿门。Hallelujah.
咱的摒难所，拢要为着一切的作为来感谢伊。咱就来想，要学了什么？毋是空嘴无舌，对咱的心内面有真正对伊献出的学来感谢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在。嘿，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万难中只是帮助，地水改变，山水摇动，拢是咱无惊惊。在上是一关车，客气的享受，上帝你家，上帝你家。心灵得到安息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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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预备成就大事。对头来，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万难中只是帮助，地水甲变，山也摇动，总是咱无惊。地动是毋是咱会当伫伊面前，拢会当享受摇动，随摇动无惊吓心。咱为了家己祈祷，伫信仰内面徛在，请。就是。知道他是神，常常伫厝内面有咱的祭坛，甲上帝三角的联系关系，就是摇动，就是山崩地裂，咱拢永远知影主伫遮里来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患难中清泉放山，地水改变，山也摇动，总是咱无。欢喜咱信靠伊迄个心，拢无惊吓，拢无摇拽，因为上帝伫遮，伊伫教会内面，伊是奇妙的真神上帝。等一下，我们用华语来唱《奇妙真神》。
上帝能照着运行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从突出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上帝能够，上帝能照着运行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从突出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阿门，阿门。上帝能照着运行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从突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上帝能够，上帝能照着运行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从突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阿门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远远。阿门，阿门。耶和华，你的名是荣耀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王。你施恩在一切寻求你的百姓当中，人民和牲畜你都眷顾。你因你的慈爱，使你的荣耀遍及整个宇宙，并且继续不断的扩张，使人得以在你的爱与恩典中成长，并且在你看做美好的时刻，你做人，予伊成长，予伊认捌你，予伊经历软弱、艰难、困苦，晓得家己只不过是人，但因超出你的面，你就用笑的面来帮衬因，予人会当对着苦境当中转回来认捌，来甲家己交托伫至圣的上帝你的手中，安尼因的脚步行伫平安的道路，因的日子有上帝你的引带，因的年日伫你的面前对咒诅诚做祝福。你是主，是上帝，予人对着苦难当中得到平安，对着软弱当中经历你的刚强，伫惊吓当中得到你信息的安息，因为你唔甘世间人受苦，
所以你着用你极大的疼痛甲怜悯，借着基督甲阮找倒转来，带阮倒转到天父你的疼痛内底，为阮备办永远徛起的国度，互人伫你的律例典章内底得到引带，互人明白伫你的内面有永远的活命，对主来行的永远无抵到见效。所以，阮将着一切颂赞、懊恼、感谢、荣光归乎你。愿阮伫你的面前，继续伫你的引带，望你恩典的保守，互阮的脚步一直行倒转到天父你为人有庇、永远荣光平安的国度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咱再来上读诗篇23篇，请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引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。伊互我的灵魂精英，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命的幽谷，也无惊灾害。因为你甲我同在，你的拐、你的竿拢安慰我。伫我对敌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抹了我的头，互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，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请坐。听下这那个用上帝话来教读课英文。我靠耶和华的人，亲像锡安山，永无摇动。亲像锡安山，永无摇动。青山怎样威慑耶路撒冷？耶和华也怎样威慑伊的百姓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当耶和华将遐受掠的人带回锡安的时阵，阮亲像做梦的人，愿满喙喜笑，满嘴欢呼的时阵，外邦中就有人讲，耶和华为因行了大事。耶和华果然为咱行了大事，咱就欢喜。耶和华求你，互阮受掠人归回。亲像南地河水过流，迄流目屎也种的，要欢呼收割；迄带种流目屎出去的，要欢欢乐乐的带河困转来。阿门。我国收转来，当咱有夜景子的时阵，阿门。下面时间请着牧师讲道。那个带下去，太小了。咱请掀开旧报第4面。同齐来上读以弗所书3章1节到13节。同心来上读，请。因此，我保罗为恁外邦人做了基督受掠的，替恁祈祷，量比恁捌听见上帝恩予我，将恁的这份托付我，用启示予我知影福音的奥秘，则亲像我早前寥寥啊写过的，恁读了就会当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这个奥秘伫以前的世代无互人知影，亲像今仔日借着圣灵启示伊的圣书甲先知共款。
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的内面，借着福音得以同做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允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，是照上帝恩赐。这个恩赐是照伊运行的大能赐予咱的。我本来比正使徒中上细搁较细，总是伊也赐予我这个恩典，甲我甲基督迄个测袂透的丰富传互外邦人，又搁众人拢明白，这历代以来温藏伫创造万物的上帝内面的奥秘是安怎样安排的？为着要借着教会，互天顶执政的掌权的。现在得在上帝百般的智慧，这是照着上帝对万世以前，伫咱主耶稣基督内底所定的旨意。阮因信耶稣，就伫伊的内面放胆无惊吓，笃信无疑的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我求恁，毋通因为我为恁所受的患难丧胆。这原是恁的荣耀，阿免。佮再一届来祈祷，赐平安的上帝，阮三甲同心伫你的面前徛起。主啊，阮的心向你徛起，阮的灵仰望你。天父上帝，只有你会当互人明白你的旨意。圣灵啊，只有你会当互人得享真理内底的丰盛甲自由。所以，阮恳求，因着基督所成就的救恩，互阮伫这点钟的时间内底，互阮伫这点半钟的时间内底，主，阮是实实在在对你领受活命的敬信、身份的认定。并且伫新的一礼拜，搁较见证出上帝你的荣光来。愿同心恳求圣灵的驾驶，恳求互阮明白，互阮进入，互阮享受真理活命一切的祝福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免。真侪人会感觉，伊活伫这个世间无虾米款的价值，因为感觉伊的人生内底也无虾米通好看口的。我比别人较丧凶，我比别人较软弱，我比别人搁较无虾米款的才调，所以真烦恼艰苦，或者是对着家己看轻。在咱的活命内底，这是世间互人的价值，但是伫上帝的听堂内底却毋是安尼。咱的确得来思考一个代志。即使咱若是请一个古早人讲请一个大箍的吼来卖减肥药啊，安尼吼，这个减肥药啊一定无销路。因为安怎？廖牧师，你食甲大箍，你咧卖减肥药啊？啊，你卖这减肥药啊，啥物人会相信讲食这减肥药啊会瘦落来？总是，即使咱若是用另外一款的方式，这个大箍的廖牧师食这减肥药啊了后，锻炼身体，变甲有减脂吧？这款药啊，改成袂歹的款哦。所以原本咱是软弱的。咱是互世界看轻的，或者是咱为着咱家己的人生有真侪的拍拼，终其落尾，咱拄着患难困苦、生理的失败、人生的挫折，了后咱发现千算万算毋达到天一话，迄个时阵，咱才会重新去思考活命伊真正的水意义，甲伊的目标到底是虾米货。所以，咱爱有觉察到，咱才会做出改变。有一个人，伊真意爱食薰，了后呢，伊的太太安怎样甲伊苦劝，伊拢总是
讲我得食这粉尔是安怎？有一天的时阵，因太太信主耶稣了，为着伊一直祈祷3-4年，伊的先生同款继续食薰。到尾手的时阵啊，安尼祈祷3-4年这个太太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祈祷遮尔久啊，毋过也无看到啥物款的改变。无主啊，我就是甲伊交托，我嘛无爱搁含阮先生冤家，见拜若为着伊食薰，含伊冤家，甲伊讲叫伊莫食薰，着冤家，叫伊莫食薰，着冤家。所以上帝我无法度，我就是干那祈祷，我后盖拢无爱甲伊苦劝，罔慢甲伊讲伊莫搁食薰啊。过了半年了后的时阵啊，伊的先生有一天感觉心脏遐会痛，着去检查。医生甲伊检查了后，去照电光，照了后甲伊讲你的心脏无问题，毋过你的肺部有问题。你食薰食足济吼，了点点毋敢讲话。对伊一天转去了后，含甲一支薰都拢总无食。开始觉察到活命内底的问题的时阵，伊就会做出改变。求上帝的圣灵帮助咱，互咱会当看明白。咱活命内底，什么所在是有气客，什么所在是互上帝艰苦心的代志。伫迄个所在，回头倒转来看上帝作为。保罗先生，伊伫迄个所在来甲兄弟姊妹讲，对着第一章的时阵，伊讲对第3章伊讲，第1节讲，我保罗为恁外邦人做了基督来受关的，替恁咧祈祷。保罗互人关伫家监，伊有所书是关伫家监内底所写的信。当伊写这个批信的时阵，伊甲以弗所教会兄弟姊妹讲：过去的时阵，阮传福音伫以弗所建立了教会，到伫如今以弗所教会，恁伫这个所在，恁徛起伫以弗所，总是迄个所在是五常林立的所在。伫当时的时代内底，有一个阿底米女神。伫迄个女神，甚至迄个神庙内底有几啊千个妓女神妓伫迄个所在。总是恁伫即款的当中，保罗甲因讲，庙遐尼大间，礼拜堂遐尼细间，但是你爱会记哩一样代志，就亲像今日牧师娘所带咱吟唱的诗歌，上帝会照着运行伫咱心内底的大能大力。充充足足成就一切，超过咱所求所想的。保罗伊若是安尼讲，就是用做空嘴保指。但是呢，保罗伊安尼讲是有伊的原因的，有伊的根据的。伊讲过去的时阵，我嘛歹捆住信奉耶稣基督的人，是一直到甲因怎样，逼甲因受死。所以保罗过去是迫害信耶稣基督的人。伊讲我过去嘛捌安尼，并且我捆住迫害，一直到安怎样，甲伊弄互伊死。我是即款的一个人。第二，伊伫迄个所在讲，总是有一届，我要去到大马色，去另外一个大都市，我要伫迄个所在摕到政府的命令，摕到政府的公文，我要到迄个所在来迫害才信耶稣基督的人。总是我到伫路人的时阵。我行伫路人的时阵，忽然对天顶有发出大光。我迄个时阵，互迄个大光照到，我根本无法度继续向行。我规个人怎啊趴落去？我听见有声音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啥事来困着我？”了，我伫迄个所在就甲伊问讲：“主啊，你是啥物人？你到底是倒一位？”迄个时阵，我听到有声音对我讲：“我就是你所困着、所迫害的耶稣基督。”对啊呢，扫罗先生伫迄个时阵开始，伊伫遐呢来敲吹，伊伫遐来思考，即一位我显现的上帝，即一位我对天顶显出大光来照我的即个到底是啥物人？了，伊听见有声音甲伊讲：“你着去到伫倒位，遐有一个人叫做阿拿尼亚，你请伊为你祈祷，安尼你的目睭就会当去重新看到。”伊就讲，迄个时阵，伊就真正去，果然拄到一个人，叫做阿拿尼亚。了，阿拿尼亚对伊就讲：“
亲爱的保罗先生，阮祖宗的上帝竞选了你，互你明白伊的旨意，又搁看见迄个义者，并且你听见伊口中的言语。这个阿拿尼亚无看过、无听到保罗所讲的任何道一项见证，但是伊甲伊全部的代志拢甲伊讲出来。你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但是你对了毋着上帝。过去的上帝是一位上帝，但是伊今仔日真侪人的款式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你所迫害迄个耶稣，伊疼世间人，所以你是对毋着这个神，但是你明白伊的旨意。总是你今仔日看到，伊用大光照你，你亲自甲伊面对面，所以你看到，并且你听见伊口中的言语声音对你讲话，所以这三种的见证，通是伫伊的灵魂体，拢总去经验到上帝。所以阿拿尼亚甲伊讲：咱的上帝，阮的上帝，竞选了你，互你会通伫这的代志内底，亲自经历伊的实在。所以主甲我讲：爱你怎样，你爱去。我要找牵你到远远的外邦人迄个所在遐去。所以保罗一生虽然有伫耶路撒冷、伫以色列的世界内底，伫遐做一寡的服侍，但是伊终其一生的年日，差不多拢总是伫外邦的世界传福音。也因为安尼，咱今仔日才有这个恩典，真做基督徒，真做上帝的儿女。亲爱兄弟姊妹。所以，保罗先生伊是过去咧迫害基督徒的人，但是伊今仔日对着迫害基督徒，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伊伫这当中讲了，伊是安怎会转变？所以，就亲像一个大苦人，伊变做健美先生，伊出来讲话，伊就有分量，因为迄是伊实实在在经过的。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讲，我今仔日受呼召，毋是咧甲你讲我这个人安怎样。我甲你讲的一项代志，第30讲，上帝用启示的灵，互我知影福音的奥秘，则亲像早前我了了写过的。过去的时阵，伊捌写批伫其他的书信，伫教会当中传读了后，伫这当中，保罗先生甲伊讲，总上帝有一个真重要的奥秘。这个奥秘伫是以前的世代无互人知影，总是今仔日借着圣灵启示，伊的圣使徒甲先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福音是渐进性的，伫这当中，上帝亲自做一项代志。迄个奥秘内容，奥秘的内容是虾米货？就是外邦人伫耶稣基督内底，借着福音。来成做上帝的儿女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伫这当中，伊伫遐尼讲到，上帝有一个真奇妙奥秘的代志，就是外邦的人，咱这外邦的人，甲上帝约无关系。有的时阵，咱检测无真明白上帝约是虾米款的约。上帝约透过伊的经选，伊亲自和拿阿。了和阿伯拉罕，了和大毕，伫当中，上帝亲自将着这约，圣经伫罗马书讲，上帝将着逐款的约原本赏赐互以色列人的约，到伫落尾赏赐伫，既若是相信上帝的人，伊也同款会当得到这个约。但是，伊得到这个约是透过相信耶稣基督，才会通得到这个约。耶稣基督就是福音。安尼，上帝甲阿伯拉罕讲：你因为相信我，所以我就要将子孙产业并永远的活命赏赐予你。所以，咱会当成做后嗣，并且同为一体，就是和犹太人相连。变做上帝约上帝的囝，并且伫阿伯拉罕所得到的应允、产业、活命的平安，上帝的同在，并且直到永远的活命，上帝
拢会因为咱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来承接咱甲犹太人的活命是白做伙的。所以这也是安怎咱着为着犹太人来祈祷，毋是祈祷因战争得到胜利，是祈祷互因会当认出耶稣就是所应允的迄一位救世主。所以伊伫这当中甲伊讲，对安尼咱诚做一体，外邦人伫耶稣基督内底，甲犹太人诚做一体。第三部分就是上帝所有一切应允，拢会成就伫咱的身上。顶礼拜的时阵，咱有听见传道甲咱分享，上帝所想事通过亚伯拉罕伊所定着的约，了承传承伫以撒的身上。以撒伊领受这个约，伊领受上帝传承上帝所有一切的美好。伊伫这当中，虽然咱会当看见以撒亚伯拉罕以撒，因虽然是互罗得大星竞选因要去的所在，罗得竞选世界上界繁华、上界水的所在，但是世界上界水、上界大的繁华，终其落尾是灭亡。但是上伊伫当中，因为分享愿意顺探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甲伊讲是人将上水上繁华的景气，看起来村落遮的改成也无虾米货，总是上帝甲伊讲无要紧，我会将到以后，遮的你东西南北所看到的遮的土地，拢赏赐互你。上界水互景气，上帝会当将到遐毋是上水的，互伊成做上水的，只有这应允。咱的人生活命有苦楚，咱的过往有真济失败，但是咱会当伫基督的内底的拯救。咱虽然注定灭亡的生命，但是咱会成做反得永远活的生命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奥秘，奥秘的内容，奥秘毋是歹读的代志，奥秘的内容是伫借着耶稣基督，咱成做上帝的囝，咱甲犹太人合做一体，咱得到上帝所应允和犹太人所有一切约、一切的祝福。所以，这个代志毋是一下就开始，咱会明白，上帝其实是用着真久长的时间。其实，这个救赎的约，伫创世纪内底，上帝就已经有讲。当伫爱甸园的时阵，亚当夏娃亚当伫迄个时阵挽了迄个善恶的果子树来食。重点毋是迄个果子，重点是因违背上帝所讲的话。上帝甲伊讲，歹的代志毋通做，我叫你做的你做，你歹的代志毋通做。总是夏娃听了无好的建议，伊就挽来食。挽来食了后，伊就伫迄个所在，上帝来找伊。总是伫迄个时阵，亚当马上讲，上帝伫迄个所在呼唤讲：亚当，你伫倒位？亚当讲：上帝啊，我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眯起来，因为我赤身裸体，我无穿衫。上帝甲伊讲：什么人甲你讲你无穿衫？除非你是违背了我的言语，你就会看到家己的见效。有的人讲，迄个时阵啊，无亚当夏娃拢无穿衫，无因是安怎样啊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若读新约圣经的时阵啊，咱会看到耶稣基督有一家己变相山有无？了的时阵啊，圣经讲啥？圣经讲伊的身躯发光啊，伊的衫发光啊。其实毋是衫发光啊，是啥物货？是耶稣基督充满上帝的阳光，所以对着伊的身躯发出光来，地到对衫看起来安怎发光？所以你会了解这样代志。人伫爱甸园内底是安怎受上帝的阳光？
上帝阳光也看咱。所以，咱的活命是上帝阳光的一部分。了，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了，上帝就讲，就甲蛇讲一个代志，因为蛇去互魔鬼甲伊附身，上帝伫迄个时阵就讲出审判，对待以后，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。但是蛇会伤女人后裔的啥后骹钉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来到罗马书的时阵，以赛亚的时代讲，要有童女有心来出生一个婴仔，人要甲伊号名，或者以马内利。了后来到伫弥迦书的时阵讲，伯利恒犹大地啊。你伫犹大逐个城内底，毋是上细，其实伯利恒真正是上细一个城。但是米迦先知讲，因为将来有一个君王要对你迄个城出来，所以你虽然伊伫外口看起来是一个小的城，但是因为出牛人，你知无？所以伫当中。你的城无搁再称作小城，要称作大君王的城。所以到伫落尾，伯利恒称作大必的城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通过这个过程，伊毋是一下就有代志全部拢总发生。圣经讲，伊要互众人拢明白，这历代以来温藏伫创世上帝内底奥秘是安怎样安排。上帝咧安排救恩的代志是安怎有顺序的，伊毋是困起来讲今日无啥物代志，无来创一个啥物会，毋是，是对着创世纪了伫历代逐个世代内底。一个安排，一个安排。来到伫新约的时阵，保罗先生明白这项代志，伊就讲：直到时候满足的时阵，基督就降世，并且生伫律法以下。这个生伫律法以下，这个代志是非常严肃的代志，就是讲基督必须要。经过律法的考验，来证明伊是无罪的，安尼伊才有法度成做救主。所以伊甲咱人共款，但是伊无犯过罪。所以咱今仔日信耶稣，咱毋是信其他的生命，其他的生命拢总死啊！因为历史也停留伫蒙阿波内底，因无阁活起来。是安怎因无阁活起来？因为上帝话讲。借着所定着的命令，人若犯罪，一定会带来死亡。所以世界所有的君王拢总死啊，世界所有的教主拢总死啊。是安怎？因为有罪，所以有罪就死啊。所以因无法度搁活。你的检测会想讲，牧师阿妈，圣经内底毋是有一寡人对死搁活？对，因为对死搁活，但是安怎样啊？搁死啊！但是耶稣基督对死搁活呢，是活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咱信的主，毋是干那一个教主，伊是一个救主，独一的救主。来，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咱所信的是独一的救主。来讲，所以亲爱兄弟，上帝是安尼来安排，伊一步一步。当咱了解到什么款的时阵，伊就搁甲咱教另外一步。伊伫迄个所在拍开这个奥秘，是一摆一摆拍开，一摆一摆拍开，一言拆开，搁一言搁拆开，一言搁拆开，了看到上内面。所以上帝是有秩序做代志的上帝，总是伫这当中讲。伊安尼安排是要互天顶执政的掌权的，即马知影上帝百般的智慧。天上执政的掌权的，这两个字啊，是军事的用语，
特别伫圣经内底是指着所有的天使甲魔鬼撒旦灵界的代志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做代志是遮尔啊明白，是安怎爱互天顶执政的掌权，得在上帝百般的智慧。伫迄个时阵，撒旦的世界、灵界内底，无有一个人会当明白上帝的救恩到底是安怎样安排。但是上帝一届一届安排，但是灵界魔鬼撒旦一摆一摆要破坏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应允。灵界内底一直咧阻挡这项代志的发生，并且灵界认为世间人既然对爱电园犯罪啊，伊就无可能有一个人会当赢过罪，因为拢伫罪的权势下面。但是无想到，上帝是差遣家己的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。并且是怎样生伫律法的下面？伊毋是甲所有的罪解抹消，伊是互耶稣基督来担罪。因为伊无罪，所以才会当担罪；因为伊无罪，所以无应该死，但是伊死啊！但是这代志是怎样？摊在阳光底下。上帝做代志光明磊落，无论伫物质的世界，还是伫灵的世界内底，上帝所做的大人拢看会到，含灵界都看会到。所以魔鬼的喙就安怎样受踢掉咧，伊就无法度反驳上帝的计划。上帝的智慧。无有一个人会当甲伊建议，无有人会当想出比上帝更较好的方法。伊的旨意无受哪吒，总是这个过程对头到落尾，上帝安尼安排了，上帝天顶的执政掌权的灵界所有的，无论是天使还是撒旦，所有一切拢总知影上帝的智慧，无有人会当反驳上帝所做的。但是这个过程是透过什么人来见证？借着教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只有教会受竞选，亲像保罗先生受竞选同款。只有教会经历这样代志，安怎只有教会经历这样代志？耶稣基督捌讲过一句话。你是看到才相信，遐无看到相信的人是有福气的。毋是讲看到才相信的人安怎无福气，毋是。这个世界甲咱教是咱爱大声看到，咱才相信。但是圣经甲咱教是，咱先相信上帝，咱就会看到上帝的作为。世间咧讲的灵性。伊去庙里拜拜，神明你也甲我保庇，了我看到你的时阵就有灵性，安尼我会甲你拜。但是你若是互我无签到乐土，安尼你就是无灵性。但是上帝对着咱毋是安尼，上帝对着咱的灵性是啥？你先相信我，魔鬼嘛相信有上帝。但是圣经所讲的，你先相信我是良善的，相信我是公义的，所以你去签乐透袂着，所以你免去签。你做歹去抢银行，你抢袂过手。上帝讲说你免去抢银行。上帝若保庇你抢银行抢会过手，安上帝就是贼头，伊都毋是上帝，因为伊是公义的主。伊有怜悯，但是伊是公义的主上帝。所以，咱通过相信上帝、明白上帝的作为，咱相信，所以咱献上1/10，
咱相信所有兄弟姊妹伫软弱的时阵，咱会当借着无关来照顾教会内底欠缺的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出伫疼心来关怀这欠缺的兄弟姊妹，因为咱知影伊是信上帝、明白上帝真理的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通过这款咱去明白上帝百般的智慧，是借着教会。上帝精选教会来成做这个代志，所以安尼咱该做一个结论：奥秘毋是指着无法度理解神秘的代志，乃是指着上帝过去毋捌向着人显明，但是即马借着耶稣基督启示救恩的计划。迄个计划内底就是外邦人，咱这外邦人，今仔日甲犹太人伫基督内底同齐成做一体，并且建立教会。安尼今仔日教会敢有完全啊？也未完全，因为犹太人大部分拢也无认捌主上帝，所以今仔日咱需要领受这一份的救恩恩典，咱来反倒转去，成做一个宣教的教会。咱爱倒转去，咱爱为着以色列祈祷，为着犹太人祈祷，了后咱爱为着遐属灵的百姓，求上帝开因的目睭，互咱真实到有一天，犹太人因真正讲何山啊，奉主的名所来是应该学乐的，爱称颂的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。圣经内底咧，甲咱讲，保罗明白奥秘，基督徒明白奥秘，毋是咧讲上帝天文下地地理，毋是讲我行到你面前，我要甲你讲话的时阵，你就知影我所有一切的过去。圣经所讲的奥秘毋是这，圣经所讲的奥秘是讲咱这原本是应该灭亡的百姓，却是伫基督内底。咱会通成做上帝的儿女。这个情景某一部分来讲是安尼啦，某一部分来讲是安尼，就是你有足侪财产，了后的时阵你这么侪财产但是，你毋是把财产传予你的囝儿孙，你是把你的财产讲，我无论偌济财产，我要捐予，我要分享一半，还是搁较济的财产，来互迄个关伫家甲杀人放火廖伟利生，你敢听有这个意思？你有足济财产，但是你毋是甲财产全部留互你的囝儿孙，你将着财产其中的一半，了后你讲要分享互迄个杀人放火关伫家角内底迄个廖伟利生，咱会明白这个意思无？我安尼讲的时阵，也无达到上帝救恩的1,000,000%，因为原本我这个人是应该伫罪中灭亡的，但是上帝把我救起来。并且将着伊所有的产业分享给我，这叫做上帝的奥秘。咱想袂晓，是安怎爱将遐尼好的物件分享给一个十恶不赦之人呢？亲爱兄弟，这叫做奥秘。所以，基督的信仰是真清楚明白的。伊按照咱这个世代来讲话，教会是上帝永恒的计划核心，正做基督的肢体，咱就是参与上帝救恩历史的展开，甲伊终极的荣耀。所以，
参与教会意思，毋是来做礼拜的尔。参与教会意思是活出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。当咱亲像耶稣基督开始分享，咱就袂互钱财甲咱绑掉咧。当咱开始会晓去关心送香、关心教会的软弱的人，咱的灵性就会愈来愈勇健，咱的人生就袂无有目标。今仔日伫咱当中，咱教会兄弟姊妹有一寡人是送香，有一寡兄弟姊妹伊是欠缺，但你会出自认捌上帝的话语，咱就会将到一部分咱的收入，或者是咱的财产，含因三甲做伙分享。咱就袂伫迄个所在烦恼讲，我遮侪钱，我是要去希腊佚佗，还是要去北京佚佗，还是要去西班牙佚佗，还是要去瑞士佚佗？咱袂安尼烦恼，因为咱知影，遮的温数钱财是上帝所予咱的。所以你会明白，亲像基督共款安尼分享去关心。世间人或者会看上帝教会做美事，毋上目，但是教会却是往着整个灵界。也是往着整个世界见证上帝荣耀的群体。上帝只敢透过教会做这个代志，所以就是你，就是我。所以咱若是照上帝的心意安尼行、安尼做、安尼活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开始显出上帝国的权能，往着这个世界。保罗伊的身份受更新，咱的身份受转变，其中上界大的稳定就是咱诚侪教会。亲爱兄弟，咱是毋是活出这一份的阳光来？教会受呼召、受使命的，来活出上帝的心意。上帝伊的信息彰显伫伊的计划，伊所应允的名约，上帝是根据伊安排的时间，全然实现，或者是必然的实现。有一寡也未实现。整个圣经内底所有的应允已经成就90%以上，还佫有一部分也未成就。其中上界大的一部分就是基督佫再来这项代志。但是咱即马看到基督对着咱所讲的，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世界有真济的战争。你会看到地动愈来愈频繁，所以并且地动愈来愈大，并且有饥荒，这代志即马一直。圣经讲啥？亲像生产的妇人人。生产的妇人人是啥物意思呢？咱当中做过妈妈的确会了解。可能咱要生囡仔的时阵，到伫有新的买期，了咱可能一工疼一届，佮再来的时阵，可能一工疼2届，可能的时阵是变做一早啊疼2届，了的时阵，迄个疼的频率安怎？愈来愈济，愈来愈疼。同款，今仔日主上帝、主耶稣甲咱讲，迄个时刻就亲像安尼。所以咱的战争会愈来愈济。即马的人敢有无想要战争？我甲你讲，即摆的人愈想要战争，但是安怎毋敢战争？我若试一粒核子弹落，你若试一粒核子弹来，咱的核子弹飞来飞去，咱安怎世界就样了了呀？所以毋是无想要战争，若无想要战争，川普就袂甲咱的关税提高20%，你听我意思无？亲爱兄弟姊妹，拢足想要战争的，但是安怎毋敢战争？人的心比以前更较歹，这是事实。咱是照着主耶稣早就已经甲这代志拢总讲啊，总是做歹的愈做愈歹。所以这个时代内底是安尼，总是上帝伫这当中的过程，咱斟酌看。伫第3章7节内底讲，我做这个福音的执事，就是将着上帝救人的这个恩典，
是照上帝的恩赐。了，这个恩赐是照上帝运行的大能力所赏赐我。来到3章第11节讲，并且所有这一切救恩的代志，是照上帝对万世以前伫基督耶稣内底所定定的旨意。咱斟酌注意看，拢共出了3个照，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照的意思就是根据啦。所以上帝伊所做的代志是啥？根据哦。所以上帝是啥？上帝是照报来的啦。上帝是照报来的啦。伊所做的就是伊要审判，伊嘛是照报来。伊的大声提出警告，了搁再找见人去讲，了搁再一解，互你听到，一直到咱拢无愿意回转悔改的时阵，上帝就会行审判。所以上帝是照报来的上帝，所以咱会通真容易来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咱若是行伫上帝的旨意内底，咱若是会晓读圣经祈祷，咱真容易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因为上帝是照报来的上帝。来，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，上帝是照报来的上帝。甲伊讲，所以上帝其实足好讲话，咱只要照报来，照伊的报来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上帝的旨意真容易明白。咱真容易得到伊的应允，咱真容易得到伊的祝福，咱真容易得到光强，真容易得到喜乐，因为伊甲迄个步调，拢伊迄个步调一步一步爱安怎样做，伊拢写伫圣经内底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所以上帝伊是照步来，伊安怎照步来？上帝，咱将着头前才会来做一个经历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发现这样代志。上帝伫万世以前有一个旨意，有一个计划，所以历史是一直向前行的。这个历史向前行的时阵，上帝伫万世以前有一个旨意，什么款的旨意？伊要照着运行，伊伫人心中的大能大力，建造一个教会，就是属伊的群体啦，属伊的百姓。了，这个百姓有什么款的使命？伊伫当中会赏赐、运输伫这人的心上，所以上帝要建立一个教会，要建立一个教会的时阵，伊爱分做其他的工课来做，一步一步了，将怎样运输、赏赐伫人的心上。通过这人所得到的运输，上帝的主爱，互人到伊的面前。伊若要赏赐运输，爱大声怎样？爱互人到伊的面前，毋才会通领受这个。但是要怎样到伊的面前呢？上帝借着教会来彰显伊家己。所以上帝伫当中来竞选，伊要建立教会，伊就竞选，把这运输放伫保罗的身上，了，互上帝主爱，借着互人到，毋是保罗去找到上帝哦，是上帝安怎？保罗显现。所以上帝互伊到伊的面前，了，上帝透过这群的人来显明伊家己，来做一个见证人。咱就是见证人。通过这见证人，上帝佮安怎样甲拍翻裤倒转来？上帝赏赐互咱有见证人的荣耀，咱伫当中就开始来明白上帝是借着咱来见证伊家己。当上帝借着咱见证伊家己，上帝互咱甲人带到伊的救恩内面，所以咱叫做传福音的教会。当咱甲人带到上帝面前，上帝会甲运输加添伫这个人的身上，也是将着伊过去上帝所赏赐互伊的才能、能力、才调，上帝甲伊用作转化运输，服侍上帝，服侍众人。过去为家己做，即马来为上帝做，这叫做运输。所以当伊安尼来做的时阵，上帝会互迄教会哪发现出伊的阳光来，安尼教会就会下伫上帝旨意内底。你有看到这个循环？大概咱若看到这个循环的时阵，你就会当读清楚《以弗所书》第3章伊的意义。亲爱兄弟，咱伫上帝的听内底有这么大的稳定甲使命。咱既然知影上帝伊是信息是美好，咱就应该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命。
什么有说上帝咱的信息的画面来回应上帝呢？用信息的画面来回应上帝，就是讲，上帝你救我，通过你照步来，通过你的律例典章来救我。你安怎样讲，安怎样做。今仔日我相信你，主啊，我也要照你的话，你安怎讲，我就安怎做。互我明白，互我来见证我所相信的上帝。人就会对着我的身上看到你家己，因为我的存在是咧显明上帝你的荣光，搁再是我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每一家你去疼惜人，每一家你去关心人，其实就是咧表明你所信的上帝，你的关心，你的疼痛，你的鼓励，你对着人的疼惜甲扶持。这拢是咧见证这个上帝，所以教会伊是一个群体，是咱这的人，咱会当甲上帝三甲做伙同行，将着天父甲见证出来，人看到你的好所行，迄个好所行，圣经内底咧讲的好有两种好，一款的好是表现出来，一款的好是内面真正的好。做歹人要甲人骗，会好无？会哦，表现较足好，但是安怎心肝歹啊？但是你的好是啥？圣经讲，人看到恁的好行为，就将荣光归伫恁天顶的爸。主耶稣咧讲的是，你的心中的迄个好，就是甚至受冤枉，你嘛相信，你嘛疼惜这个人，关心这个人，迄是一份的好，迄是咱无法度想会遐。但是咱做袂到，但是因为咱受圣灵的启示甲感动，咱会当接受这个话语的时阵，咱就会活出迄一份的阳光来。所以保罗先生继续讲啥？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看我传福音予恁，结果恁看到我互关伫监狱，恁讲哦，安尼这个福音嘛会当相信？无咧衰个信耶稣，个信教互人关伫监狱内底。保罗伫尾首讲啥？亲爱兄弟姊妹，所以我求你第13讲，所以我求你毋通因为我为恁所受的患难，恁就伫迄个所在毋敢相信耶稣。保罗甲伊讲，拜托恁莫安尼，因为这是啥？我虽然受苦，但是保罗讲啥？我为恁受苦，这是恁的荣光。安尼患难中要怎样见出上帝的荣光呢？保罗受苦，毋是因为家己犯罪，也是伊做了啥物歹代，乃是因为伊为着外邦人，包括有所有人来争取福音的权利甲地位。伊知影外邦人伫遮原本是无位分的，但是保罗讲，我过去迫害基督徒，像我即款的罪人，我都拢会当得到上帝的疼痛甲赦免。保罗讲，安尼我敢毋是照主耶稣所讲的，恁白白得到，嘛得怎样白白互人？所以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伊伫这当中一世界去传福音，甚至互人讲，互人关伫监狱，伊嘛继续安尼行安尼做。保罗伊虽然伫患难中，但是伊忠心伫上帝对伊的呼召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所信福音的见证。对外邦人伫上帝眼中的价值强烈的肯定，伊相信外邦人甲犹太人同款，拢是上帝所疼痛所创造。我毋甘因伫迄款的情景内底迷失失落，虽然因拥有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但是想到因的灵魂将要伫永恒内底咧受苦。或者是虽然伊现处是真好呀，但是伊的心灵受捆绑。保罗讲，我爱亲像基督同款去疼惜因，所以伊成做一个福音的使者。伊伫这个所在来显明上帝对外邦人恩典的疼痛的扩张。保罗承受这苦难，伊认为这个部分就是啥？这项代志就是一个荣耀。我会堪得，因为上帝国的福音，我安尼做，
因为这个证明上帝看重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保罗讲：我虽然为恁受苦难、受关的加压，总是这是恁的荣耀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，恁伫基督内底受接纳，咱今仔日就是咱这外邦人。咱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，伊毋是犹太人传福音，伊是着咱这外邦人。咱伫基督内底受接纳，成做上帝的子民。咱是有价值的，咱毋是受创造来当作地狱的火柴伫遐烧的。保罗看到这个代志，所以着咱这外邦人来为咱来受苦。了后伊讲，这部分当恁有一日伫上帝国得到荣耀的时阵，保罗讲，我甲恁同坐伫上帝国荣光内面3+5分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苦难会成做咱的荣耀，伊是咧见证上帝无偏袒人。今仔日咱斟酌看，就是这个世代、这个时代内底，敢毋是共款，也是安尼嘛？上帝一向通过苦难，将这苦难转化成做荣光。所以啊，这个人啊，做立刻胡者。出世的时阵啊，无手，骹嘛无去，剩一截啊，骹底啊，黏伫这个骹的下骹面。但是人结婚，人生囝，伊的囡仔大汉去读册，人甲伊讲：恁爸爸哪会生得遐奇怪？因囡仔甲伊讲：阮爸爸是无啥共款尔，毋是奇怪。阮爸爸是了了啊，无共款尔，毋是奇怪。不要紧，但是伊是怎样？伊伫全世界5大洲超过25个国家，举办超过1500场以上的演讲。全世界80万人当80亿的人口当中，有1/10，100%左右的人听过伊的见证，了通过伊的见证，赢得信心。重新捡倒转来对上帝的信心，含即个中国啊，无相信上帝的国家，因原来举办一个全球企业家中原对话内底，邀请立刻胡者，立刻胡者伫迄个所在甲因讲上帝信心下面，一个无骹无手的人，着这个世界。见证上帝，这个人是咱台湾人或者黄美莲。当因厝边头尾看到因爸爸妈妈生出这个囡仔的时阵，开始讲前世人无烧好香，无做好代，生甲这个囡仔。伊要去学校读册。囡仔，大个人读幼稚园的时阵，大个人拢对伊感觉足奇怪。尾啊，因老爸老母伫迄当中，甲囡仔带去美国。了后伫美国，伊学成真做博士，伊倒转来台湾，甲伊一生的年日贡献予台湾。立刻胡哲、黄美莲，这2个人拢是牧师囝。检测有个人会讲：啊，恁做牧师啊，前世人无做好啊，无做好代啊，恁就是做歹代啊，恁就是互上帝安尼，所以上帝咧甲恁处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想过用咱这样呾，古早人讲啥？鸡仔长鸟仔大，是毋是安尼讲的？就是无腹长啦，啊，那种目光短浅啦。然后咱就凊彩讲啊，你看，你就是安尼啦，所以上帝甲恁处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毋是安尼，就是因为因是牧师，就是因为因堪得受这一份的荣光。上帝看因有这份的耐心，有这份的疼惜，所以通过这2个牧师家庭来录用因，将着迄个世界。看做破相欠缺的，
来显出上帝完全美好。唯愿咱会通通过这个知影，虽然咱伫艰难病痛困境的时阵，咱当然会当问上帝讲：为什么这个代志临到我？咱嘛会当伫迄个所在想破头壳，讲到底是啥物原因会造成我今仔日安尼？咱会当安尼问。但是有一个更较好的稳定是啥物货？咱会当仰望主，敲找上帝来求问主讲：主啊！伫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爱我学习什么款的功课？咱会当问主啊，你要做成什么代志？我恳求你，互我伫你永恒的荣耀上三甲有份。就亲像立刻负责伊的爸爸妈妈，就亲像黄美莲伊的爸爸妈妈，因伫同款的，因伫这个事上，因同齐上帝问这样代志。主啊！通过这个囡仔，我会当为你做什么事？上帝透过教会来显明伊的奥秘，咱会通同齐成做上帝后嗣，甲犹太人同齐成做一体，是借着犹太人耶稣基督，咱领受上帝国所有一切应允。原本受世界看做伊会当展现伊能力的人，但是因为伊拄着上帝，伊就意识到、了解到家己的微细，所以伊对着一个气压压的人，伊会成做一个谦卑服侍上帝的百姓。最后，上帝的心意是伫教会，教会就是你，就是我，独独透过教会。人才有法度认识上帝，咱是毋是会当三甲起来，承担这一份的荣光？感谢上帝的听堂，来看周报报告的部分。周报第5页消息报告：友和日照中心外电事工，这礼拜三下晡2点半到3点半，咱会当去伫迄个所在来服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是领受上帝救恩的百姓，咱愿意三甲做伙安尼同齐来服侍无？互咱是成做一个有见证行动力的人，毋是找真济原因讲咱袂使哩。咱是会当问上帝一句话，讲主啊，是伫今仔日这个代志内底。伫这个过程内底，你爱我学习什么功课？主，你爱我做成什么事？通互我伫你永恒的荣耀上三甲有份。所以欢迎你来，甲牧师娘报名，互咱会通真正成做一个有行动力的教会。第二，就是隔工礼拜四早起9点半到10点，文乐安南银发优化园区有福音的行动，咱感谢主啊！咱团队啊，少位传道因夫妇啊，甲文官团队，即一届啊，老的甲少年的同齐合作群，所以咱同齐来兴旺福音，因为这是上帝呼召咱的使命，也是咱三甲伫上帝三甲有荣耀的位份顶面。会当同齐做成的代志，期待咱会记得上帝透过教会来见证伊的荣光。咱就是教会，咱这个人才是教会。当咱愿意和上帝三甲行，咱就会同齐得到上帝透过教会显明的荣耀。你就是荣耀的本身，当你甲上帝三同行，来甲最后甲兄弟姊妹讲，你若甲上帝三同行，你就是上帝的荣光。甲伊讲来，你若是甲上帝三同行，你就是上帝的荣光。三甲碗头来祈祷，主你引带阮，互阮伫你的话语上三甲有份。主安乐圣教会
你所竞选的正义路，愿恳求帮助阮，互阮将到阮有剩的分享伫遐欠缺人的身上，互阮对着上帝的人物甲领袖，我会通透过阮的行动，无论是分享阮的金钱，分享阮的信仰，互人找到上帝你家己，互人甲阮愿甲因同齐领受上帝国的疼痛、祝福甲荣光。愿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？是无？咱这时就三甲做伙，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。咱三甲起立，咱同齐伫诗歌内底，同齐来奉献。今日所要吟唱的诗歌内底是：当伫迄一日，咱见到主的面，咱无底到见笑，未为主全献。将着咱家己对主所领受的来奉献给主，伫上帝存留咱活命的日子，照主的心意来分配使用，伊所托付交代咱所有一切的产业、能力甲权柄，同齐来奉献。愿全能的主上帝纪念你手中所有一切良善，纪念你今日伫伊面前敬虔的奉献，因着你的敬虔，因着你的奉献，伫主的面前得伊的恩宠，互你无受金钱的捆绑，乃是有智慧，照主的心意管理、经营、分配，对上帝所得一切的产业。通叫你用着伊所想述的，为家己积成永远的基业，伫基督内底三甲有份。愿上赞而乐，荣光归于主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感动甲恩宠，甲你也甲你厝内面的人三甲同在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
日咱仪堂做的就到这，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